来，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是礼拜时间已经到啊，请咱闭眼心来敬拜上帝。来啊，咱着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第18首。圣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我心阿罗上帝，自然永活的爸，天地万有三角应声，阿罗伊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穹苍大海关山，显明伊大权能荣光，仁爱公义昭存。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记载伫圣经的头前。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死过死，埋葬路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他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下面咱来启应，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0篇。启应文第50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今日显着，咱做伙来启应。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车人。宣布受掠的得到头放，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安慰所有悲哀的人，伫锡安悲哀的人。欢喜的油代替欢喜油代替悲伤悲哀。因树称做公义的树，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伊是上主赐福的子民。请咱三角拗头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同信的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来遮敬拜你。主，阮知主你是你的恩典是遮尔大，你的疼是遮尔深，互阮会当因为主你的疼，阮彼此三角结连。主，阮也伫即礼拜，阮伫即个时阵，阮来回想阮即礼拜，阮有啥物所在，阮做了无够，无合主你的旨意的。主，阮伫即个时阵，阮也你献上阮的忏悔，互阮知影讲主，你知影讲阮是头份所做的，阮也是有真济。虽然讲阮已经得到即个永远的活命，阮有顶头生，但是阮也是定定有即个罪性伫阮的内底，伊会到阮无要做的，阮想要做的，阮做袂出来；阮无要做的，阮反倒去做。主啊，恁知影你知影阮的软弱，你也看顾阮。阮甲你的结连，毋是干那伫礼拜的即个时阵，乃是每一工，主阮拢愿意踮伫主你的内面，因为主你安尼讲，主，阮若是听你，阮就要听你的命令，阮要活出主你所爱阮活的即个生活的款式，互众人知主，阮是你的学生，伫即个世间来为主做工作盐来做见证。主啊，伫即个真烧热的天气，主求主你特别保守阮兄弟姊妹身心灵，出入会当平安，会当身体会当勇健，逐工会当甲主有美好的结连。主，阮知影最近真济的代志，阮嘛拢藏伫心内。有的人是拄仔失去至亲，有的人伫爱照顾因的父母，有的人无论是啥物款的代志，
阮会当带到主你的面前，将一切交托伫主你。因为主，阮虽然是有限，但是主你是无限的。主，你是阮的主。阮虽然讲真侪代志，阮伫即个时阵阮无答案，但是主，阮知，阮爱会当倚靠你，因为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主，阮将一切交托伫主你的手中。主，阮也记，阮也为着今仔日，教会即个文字事工的即个纪念主日，阮来主你献上祈祷。阮感谢主你引带工地好牧师今仔日来到阮的中间，愿主你圣神甲伊三角之地，互伊所讲的所传的，会当下主你的旨意，会当阮拢会当得到利益。阮也少年遮遐个教阮，因为真济的原因，袂当来到阮中间，甲阮三角聚会兄弟姊妹，愿主你也是照也是你的主爱，也是甲因三角之地。阮搁一摆将今仔日的聚会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中，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面赞美。主爱有多少？
下面讲授上帝话，请咱掀开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第32节到43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32节到43节，和合本第177页，台语汉字版第145页到至146页，现代中文译本是第200页至201页。《使徒行传》第9章第32节，彼得现形赐风的时，也落去就郡店伫鲁代的圣道，伫遐拄着一人名以尼亚，因为犯着断水，倒床8年。彼得甲伊讲：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啦，起来！你的肚仔家己整顿。伊连比起来，见那住伫鲁大甲沙伦的人看见伊，就归服主。伫约帕有一个鲁道，名大比大，翻译就是道家，行好事甲真济满满。当时怕病死，人洗伊的身尸，下伫楼顶。鲁大郡约帕。学生听见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就讲：请来阮遮，毋通延前。彼得就起身甲伊去，已经到带伊上楼。正手挂徛伫彼得的身边咧吼，将刀架甲伊伫地下时所做的衫，互因看。彼得就叫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活转身向先师讲：大比大起来！伊的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遮的圣徒甲守寡人入来，将各外的刀架交互因。通约帕拢知，就济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甲一个换皮师傅西门3角大。咱的圣经读到遮，下面讲道的时间，今日工地何牧师要互咱的讲题是拍破现地。咱请江牧师。兄姊妹大家平安。咱陈志书真厉害哦！大部分的人拢读我的名，台语拢读对安尼。咱的迄个志书吼，咱名就甲叫着安尼吼，真厉害安尼吼。今日呢，牧师来代表着吼即个文理团队的奉献主任吼，咱来到咱教会来遮请安报告。咱的牧师叶牧师嘛去南市甲教会吼，伫遐来教我讲台。教会公布，伊拢发现真多的物件。咱教会毋知影有这新眼光读经手册无？有吼，嘿。搁有你有当接个周报内底时常有一寡个刊物对无？迄拢嘛是咱有当时是教会公布因所印制。你看到这有咧读无？加减读吼，安尼较会感动人安尼吼。这物件真多教会拢会收到，亲像安尼。大量寄到教会的这个刊物、这个费用，对公报社来讲是一个真大笔的一个出入啦，收支出啦。这一切无论是印刷，还是这个运费，拢需要咱斗阵来为着公报社来甲支持者。相信这无容易看到的这个事项吼，伊的价值是一个信用教育的概念。愿咱众兄弟姊妹的支持，来争做公报社会当继续释放落去的这个机会啦。咱准备好势，咱即摆来请同工帮咱先来播送咱公报社伊所为咱的事工所准备的这影片，请大家斗阵来观看。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公报社伫这140年
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无得惊基督。特别我报恁伫即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才会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在黑暗中找到希望。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才会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在黑暗中找到希望。因为我都出国嘛，我都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啊，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煞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因为我都出国，我既然袂晓，我出国你就想讲。啊，私底下去请干事甲伊联络。啊，我困难啊，拢伊担啦。啊，我就拢负责简单就是个滴咧，啊，开始讲话安尼咧。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咱台湾迄个即块土地，一开始咱既然袂讲的，就是遐介意。尾也有是意念，私底下啊，尾也有汉字。啊，咱有一个历史说困难拢伊担啦。啊，好咧，家在教我就拢负责简单就是个滴咧，啊，开始讲话安尼。啊，起来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老即块土地。啊，咱今晚去等伊看，咱发现讲。迄阵尾也有是意，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呢，你知道吗？咱有人去日本哦，画着什么地展啊，啊，大家拢是讲台语啊，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啊，咱今晚跟你祖先拢有真真，在这过程内底用语言讲写，啊，传互大家做伙什么地展啊，啊，咱无输，大家拢我咧看台语就是安尼啦，拢有写啊，所以我在讲啊。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啊，传互大家做伙拍片，啊，咱无输人。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啊，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啊，才写一年。啊，因讲你今年我叫恁讲。这礼拜金句，请恁背偌济，背起来，伊逐礼拜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啊，才写一年。啊，因讲你今啊，即摆家己愈讲到年老，体力渐就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一只，我身边啊，当时计算拢无要紧，这有影，啊，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重啊，佫诚侪，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一直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啊，若是已经讲，我义务啊说，也无责任嘛，啊，毋过你着互我安尼平安转在上。敢若重啊，佫诚侪，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一直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后，每一个人拢会使真侪媒体、广播社无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巨大的影响。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佫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不过未改变广播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特件手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对的代志就需要坚持，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去关心咱的受造界，所以无搁再来销售这一遍，就甲伊调一调的塑胶生产杯。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总是阮知，这是阮应该坚持的。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时间。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继续为阮关心大道，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时间。
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予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这140年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传基督。特别伫这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心大道，也是奉献支持。咱拢是要互上帝的事工透过广播社用文字的方式，互福音来讲传，并且来得到上帝欢喜。请咱将咱酒杯内底即个奉献茶啊，咱小看者，小等若是有感动，咱就安怎将咱的支持下咧即内底，来成做广播社因的福音的事工的需要。愿上帝互咱将即个感动换做行动，来支持咱教会的即个事工。请咱三个来祈祷。万管您的上帝，阮的上主，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愿用你的恩典会当伫罪恶中受到你的拯救。如今伫你的保守内面，阮通伫你的圣殿，要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阮因为听，较通来明白你是人永远的上主。若无上主你的慈爱，阮敢有沉沦伫永远的黑暗的深渊，无通看见你的荣光。阮因为安尼，要搁一摆大来感谢你，这是你对阮的祝福。亲爱上主，即时我要恳求你，互阮专心伫你的真道内底，听你的道理，受你的启示，嘛要来恭敬的来尊重你的教导。愿上主保守阮的礼拜，互讲的甲听的，做伙伫你的面前，拢来受到造就。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所求。阿免。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伊嘛是一个掠鱼的人啊。虽然伊无亲像保罗读到遮尔多的册，但是彼得即马嘛是出头天啊。伊除了会晓掠鱼以外，伊现在还阁甲保罗同款，伫犹太人的即个信仰团体内底，伊非常有相当的分量。对彼得来讲，可能互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啊！一个掠鱼的人怎样哪有办法来惊神者？如果若是以前彼得还袂互主耶稣来呼召，现在彼得可能甲伊的兄弟，即工人共款，伫海边掠鱼啊、杀鱼啊、食沙西米。当时彼得伫《使徒行传》的记载内底，作者路加讲，伊是一个真骨力咧传福音的人。路加描写了彼得伫犹太地区沿海两个城市。鲁大甲约帕做了真明显的福音事工，嘛行了一寡的神迹奇事。咱伫圣经内底看见着彼得，伊好一个叫做伊尼亚伴随的一个查甫人。另外一个是互彼得互一个名叫大比大，迄个名叫做道家的女信徒，伫伊死以后，阁互伊活起来，并且彼得行了这段神迹以后。继续留伫约帕，伊也真做甲外邦人连接的一个桥梁啦。伫这以后，彼得将哥尼流这罗马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另外，伫路加福音的第5章记载讲，耶稣用伊家己的官兵医好一个，互朋友对伊厝顶甲安怎？甲囥落来一个伴随的人啊，耶稣佫叫这个人起来安怎？伊说听无啊？彼得伫《使徒行传》第3章会记载这神迹讲，经文我拢有无？我无啊，但是我用啥物人的名？用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这通互咱知影讲。彼得也是靠着主耶稣的性命，互人起来行路啦。伫路加福音的第7章，有人讲一个死人出来，伊老母甲姑姑生即个囝啊。主耶稣看见着，伊讲少年人，我甲你讲，起来，
死去的人就活起来啊，并且佫坐佫煞来讲话。耶稣互寡妇的后生通佫活起来，是互即个寡妇有亲人通活靠啊。耶稣正做寡妇的一个帮衬者。同款的，当彼得医好这女信徒得家，伊将守寡的人留伫厝外，这互彼得也借着医治得家来正做即阵基督徒的一个帮衬者。所以彼得甲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三共款的所在，就是彼得所行的神迹的模样，是跟对着主耶稣的模式啊。伫耶稣内面的这能力，伫这个代志顶头转移了，互彼得啊。咱伫今日的这经文所带来意义，是要连接到较头前的这部分啊。使徒行传的第8章所讲的，腓力遇到啥物人？腓力遇到一个伊索比亚总管银库的太监，来遇到外邦人传福音的事件。后壁第10章，煞接到彼得进入伫一个外邦人的军官哥尼流所带的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世界。伫遮个经文内底，彼得分别到2个所在，充满外邦人伫住的这城市，鲁代甲约帕。城内底的外邦人真侪拢咧做生意。嘛咧行甲做军队相关的工课，也是做遮个买卖啊。所以对传统的犹太人来看，看到住伫这个所在犹太人，其实因恨不屑啦。住伫遮个犹太人，因为接触了遮个外邦人，伫长久的影响下面，因就慢慢的失去了犹太人应该爱有遵守的伫传统顶头的礼仪。甲行出这个行为啊，因就变做无犹太人的模样，嘛失去了一寡犹太人应该有的身份啦。对犹太人讲，有啥物款的身份，都爱互家己活伫甲家己的身份匹配的这个所在啊。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因袂互家己活伫无适合家己身份的这个所在啊。因为身份是犹太人一直真重视的一项的代志，就甲伊性命同款，是遮尔的重要。但是咱看今日经文，咱来看今日经文上尾的一节讲到啥物？咱看到经文记载讲，彼得甲一个啥物人住斗阵？偶像明星吗？毋是嘛吼，嘿，一个反皮师傅啦，甲即个西门相较大。啊，伊也毋是讲啊，我今日来遮甲伊大者吼，啊，我小眼亲像牧师安尼吼，啊，10点之前到，啊12点就爱离开啊。毋是哦，伊是大几啊工。毋是早起10点了后，啊，然后讲啊，我遮要切 out， 我就要出去啊。毋是诶，大几啊工。彼得是一个信用标准的一个犹太人，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伊犹原也阁是伫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法。毋是讲伊信了耶稣，啊，我著甲犹太教一刀两断就没有关联，不是啊。伊也阁咧守着犹太人的传统的律例。但是想袂到，伊竟然去一个，互犹太人当作是无清气、不洁净的人，去因兜内底啊！你门口经过就准煞，你要去因兜门拍开，你去内底住，你沾过就算了，你还进去里面滚一下。像即款伫做着反皮的职业的这个人，也是互犹太人认为讲，因是甲外邦人同款，拢是属伫无清气的。即种的职业会互犹太人看做无清气，是因为因需要去安怎摸着迄个死去动物的尸体啦，并且伫照着即个尿液
咧保存这个动物的尸体中间，将动物这个皮甲剥起来，做成那个日常用品的东西啦，像这个爱马仕啦、LV 啦、香奈儿啦，拢是安尼制作出来的，用的动物死掉的尸体的皮啊。甚至写圣经所用的这个皮革，嘛是用到死去的动物的皮制品啦。安尼有矛盾无？写经文的经卷是神圣的，对不对？但是呢，它是经过让人家认为是不干净的人，他们的手所制造出来的皮在使用了。但是这对彼得来讲，并无因为伊接触到已经死去的刀家，还是甲这职业是翻皮师傅，甲三角斗阵大，伊就受到这污染嘛。就算是有当时互人看起来是无清气的，有时上帝并无一定是安尼认为哦。因为伫上帝里面下面，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共款。通领受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啊！一切人所做的行为，也是人拢在讲的清气，也是无清气的规定，拢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一个阻碍啊！嘛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一个拒绝的理由啊！咱通看去彼得所行的神迹有男性。嘛有女性，《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特别记载彼得的这两个神迹，是要对着正人来讲，福音是无分专门予查甫的，还是予查某的。讲到这，就互牧师想起捌参加过一间教会因牧师的项目，因项目的牧师是女性的，因的小会员。有4名是女性的长老，甲一个保障名额的男性的长老啦。男生要当成保障名额啦。我家己教会以前嘛是4位的女性的长老，甲1位男性的长老，因拢共款非常认真的伫服侍上帝。这就搁互我想起一项，我的母会有一届咧举行这中一改选的时阵，有一个年长的男性的会友。伫选举进前，伊就徛起来，伫大家面前就开始真慎重的对大家讲：咱的教会应该尽量选男性做中职，来带领咱的教会往前来行。咱想象啊，一选落去，将近一半的中职是女性来担任的啦。安尼。爱真感谢伊，在较早进前就提出两性平权的机会，安尼来纪念伊的这付出啦。其实上帝是照着伊的意思啊来运行，上帝毋是人的想象，就照着人的看法来运行的。有时一寡互咱感觉真讨厌的，还是互你感觉真恶心的，咱看伊无顺眼，其实。咱并无比因较好偌济啦，咱所犯的罪有可能比因更较济，甚至有时是不相上下。但是咱去看清伊，咱认为家己比较高贵，我比较文雅。其实咱的心实在是比因较可怕。伫上帝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同款，拢犯罪得罪上帝。嘛亏欠上帝恩光哦，所以伫即对别人的即阵，咱小等一下，咱先家己反省咱家己，毋通一开始就记着安怎，你们都错了。其实很多在指自己，对不对？对作者路加来讲，这一切尊贵也是稳定，拢伫任何人的心上。上帝创造的拢是平等的，只要是人类，拢是上帝所疼惜的。
就亲像以前美国的黑人，以前伫美国历史顶头，黑人是属于啥物？奴隶啊，他们是次等人啊。坐公车爱坐伫倒位？坐伫后面啊。他们受到白种人的轻视啊。黑人若是想要读册会安怎？白种人对他们说：“哦，你们不跟我们上同一间的学校，你们要去上你们自己的学校。”甚至在美国迄阵发现，靠军队来保护这黑人去学校上课。他们想要实行一种叫种族隔离政策啊。种族隔离政策就是白白人甲你分类啦。即个较大箍的像牧师安尼，来去迄边；较瘦的，恁这种较瘦的来去这边。一种歧视啊，种族隔离就是一种歧视啊。但是后来迈克·杰克森 NBA 篮球明星，甚至是美国的总统，啥物人？奥巴马，伊拢互人真欣赏伊的才华，佮受到大家甚至还怎样追星啊？你有买 NBA 的那个篮球明星卡无？还是台湾的一寡职棒的明星卡无？拢在用着无？甚至真做因的一个粉丝啊！伫历史上错误顶面，就是有权势，也是压迫者。伊上爱用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甲我无共款，我就会当用差别来对待你啊！只要你跟我不同，我就可以用有等级之分来对待你。敢讲只要是有差别，就应该遭受到无好的对待吗？你无共款的时阵，敢毋是就应该用平等来对话吗？2000多年前，耶稣甲受迫害的人斗阵，伊真爱去甲祭司、经学教师来看作是讨厌无清义的人。耶稣甲因交朋友，耶稣拍破这个歧视，并且主张任何族群拢会当来亲近上帝啊。其实任何人、任何族群拢有上帝创造因的奥妙。绝对毋是咱这身为毋捌、搁爱假仆的人会当完全的参透啊！伫上帝面前爱搁较谦虚的，毋通随便就将别人来分类啦。咱无这权利，嘛毋是咱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啊！咱应该是爱亲像学习着主耶稣安尼，伊疼世间所有的人啊！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啊，咱哪会使将家己对世间众人，将伊对世间众人的怜悯慈悲，限制伫咱家己的自私的决定内底啊？咱对历史的行传的记载来看，彼得伊原本是偏向着家己犹太人这个族群内底咧传扬主耶稣福音，毋过伫遮咱看见着。彼得接触一个已经死去的道家，抑搁一个反皮师傅西门介绍较大。这对彼得来讲，伊原本是活伫身为犹太人的传统内底，但是伊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愿意互耶稣来改变伊家己，突破掉伊家己啊。有一个作家叫做张文亮。伊是一个台大的教授，伊捌写过一篇的故事。故事讲到有一群的基督徒的大学生，因到即个特种行业酒店，因遇到一群的女性，想要对因来传福音嘛。相信对伫咱这基督徒来讲，可能咱连想嘛毋捌想过，要遇到即种的对象来传福音嘛。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咱只要遇到一般的人来传福音，就已经真困难啊。更较免讲，想要遇到这款环境在工作的朋友，对他们来说，耶稣可能咱很困难啦。对着别人来问咱信仰的时阵，你拢会讲啥物？
嘿，你去问长老，那长老会说什么？啊，去问牧师啊。咱对一般人的真困难的传福音吗？怎有办法遇到这款的朋友来传福音呢？作家张文亮他继续说，有一个来开门的一个小姐，看到这边的大学生徛在门口，就问讲：恁有啥物代志？这个大学生就讲：啊，我们是某某大学的基督徒学生，那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想要向你们来传福音啊。哎，对伫伫遮做事的遮的女性的朋友来讲，传福音对因来讲是一个真陌生的一句话。对伫遮的人来讲，因无办法了解讲传福音是要创啥物。这个学生因就继续讲，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伊会当赦免咱的罪，赐予咱新的性命。哎，这有标准无？一般是不是都这样讲？你们去也是都是跟人家这样讲，对不对？叫伊讲到一半的时阵，马上就有一个妈妈桑伊的女性就讲：啊，阮伫遮10几年啊啦，啊无人来问阮传啥物福音吗？啊，恁敢知影这啥物所在？啊，恁知影这啥物所在无？恁嘛唔知影？遮有酒店啊，阮遮拢伫做特种行业啊。但是对这个囡仔来讲，他这时候不好意思跟讲，您这就是酒店吗？他们有点不好意思讲这些话。对你这带头的学生来讲，唔知影要用什么较文雅的词来形容称呼这个所在。反倒是这阵的查某人，伊真轻松来讲，啊，阮着酒店，啊，阮这拢特种行业啊，阮拢伫遮。但是对于这阵基督徒的学生来讲，因这个时阵唯会当讲的是讲，这个是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啊，需要福音的地方。因大家拢紧张啦，因为因这时唔知影搁继续要讲啥物啦，对着遮个，那要搁继续讲啥物？结果就有人对厝内来话讲。哎，你紧出来哦！哦，有小鲜肉来要为我们传福音了，赶快出来呀！无偌久，就几个查某人，伫厝的房间行出来，每个都浓妆艳抹，踩着他们的高跟鞋就慢慢的走了出来。大家拢真好势，依序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哎，他们是用看好戏的心情呢，要看这一群小朋友们要做什么事情，要看伊会当变出啥物棒。渐渐的窗仔边，唔知当时拢客满了真侪人，因连隔壁的过来想要看热闹啊。真侪头壳剃着小平头，规身躯拢安怎？嘿，刺龙刺凤的，都一堆人都靠近来。毋是我伫门口来窗仔边尔呢，伊是甲迄个门甲挡的呢。想去哪里？因冷冷的看着这群的学生，对这点大学生来讲，现在无办法专心啊，那我们赶快来离开吧，好不好，陈执事？对这个带头的学生来讲，伊这时较发现到，因那亲像囡仔人塞着一台大拖裤，塞入去菜市仔内底啦。啊，借问即阵你是要安怎来离开啦？你若是迄个司机，怎样离开？我甲你共款，我嘛毋知影怎要安怎。兄弟姊妹，咱看到安尼描述以后，咱会认为即阵基督徒的大学生，伊是食饱伤硬啊，对无吼？还是他们太过于理想化？还是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世间的邪恶？还是假是想要去互人来甲乞笑啦？基督徒去迄个所在是要传啥物福音啦？哎哟，囡仔，一阵戆的羊啊，家己行入去人群的内底，
就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总是认为啊，或者个学生来学一摆经验嘛袂歹啦，后摆就袂安怎，让自己陷入在这个困境里面，是不是？咱可能都会来尴尬嘛，对吧？你自讨没趣嘛，你去到那个地方，你只是让自己怎样被打脸呐、你们就是白目啊！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其他地方你不去，就偏偏要到这个狼群聚集的地方。咱紧紧的下这个定论，是不是？你这时阵唔知影搁过来要安怎时阵，张文亮教授伊搁继续写讲，主耶稣伸出伊的手来掌管了这一切。耶稣无互这群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学生，互凶恶的势力来为难着主耶稣伊家己的囡仔。伫即时信心大大来帮助这学生，互因有勇气将福音单张一张一张还互遐个人。这是福音单张，大家可以看，要记得还我。这个学生阁继续讲，希望恁会使来教会参加聚会，安尼好无？哦，因着亲像恁安尼都无反应了，好无？好啦，咱来教会啦。因想讲吼，啊无安尼邀请好啊，咱福音单张嘛分啊，咱就会使安怎？完成使命了，可以转身来离开。好事都是多磨。结果有一个规头毛、金头毛的查某人伫遐讲：，阮伫遮10几年啊，有人缀阮传福音嘛。啊，你既然讲要传福音，即马就安怎来讲福音，互阮听？有没有道理？是呢吼。每次跟人家讲传福音，即马要叫你讲的，咱安对空气，要请牧师来讲好啊，咱伫边安那，甲祈祷、甲支持啊，吼，安尼好无？这时阵，这讲少年，你着来讲福音，互阮听啦。一时之间，让这些大学生们不知道该怎么来应对。他们想说，传福音就是平安，福音单张给你，要你来上那个教会哦。刚刚安尼就好啊，干不是？怎么还需要后面好几个续集啊？你完全无想到对方竟然会提出安尼的一个要求啊！阿姨，即摆要讲福音，互恁听晓。但是信心放在因，马上就一句的经文，伫即个带头的即个囡仔顶头，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的第8节有写着：得救是本乎因着乃是上帝所赐的。伊用即句话来成做伊的帮站。伊读这个经文时阵，有人话讲：少年诶，你讲国语我听无啦，用台语讲好无？是啊，这群妈妈桑他们就很认真的对于这些孩子们来喊：讲慢一点，年轻人讲慢一点，讲较慢的我听无，讲较紧着。毋知这个囡仔毋知倒一个胆子，竟然对着身边的这个保镖讲：你过来，你帮我拿纸跟笔来。好，笔跟纸赶快拿给你。伊就伫一个桌仔顶头，甲纸摊伫遐画一个十字架。伊讲这个十字架的意思是啥物？横向的十字架代表人跟人，上下是上帝跟我们的关系。用安尼来甲因对话，来讲耶稣基督为啥物要伫十字架顶头？这个十字架顶头对大家有啥物意义啊？将主耶稣受定十字架顶头的救恩，十字架对人类的意义，用半生不熟的台语，对这群人讲了，互因较明白。想到大家拢真认真在听，本来真两个听，一群人连外面的保镖也都进来听，你在听啥物？我们嘛去听一下。结束以后，这群大学生竟然有囡仔讲：“那我们做节制祷告好不好？”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常常出去传福音，有时候会说：“讲一讲就说，咱的节制祷告好不好？”
这学生用因的热情为因来做这个事啊，结果就开始有人开喙缀因来祈祷，因的目屎就流落来，因为来到遮久，无人在替因讲祈祷，嘛无人咧关心因。圣神大大感动这个所在，互真侪人感受到这个囡仔用福音传福音。当这个囡仔学生要离开时阵，这个保镖就安怎？全部让开了，让这群孩子依序的可以走出去外面。这个学生就专心去另外一间的酒店，一间一间来因来传福音。每一间的反应拢无共款，有诶。要他们唱主日学的歌，因为这个人有的细汉时阵是伫教会参加主日学的，因有的人佫真认真讲，你讲的福音是啥物？为什么我需要福音？我会使得到啥物帮助？有的是安静的坐咧边啊，将本互因的福音单张真仔细甲记好势，放伫伊的口袋内底。通回去好好来看。兄弟姊妹，对伫即阵基督徒的大学生来讲，基本上因甲特种行业酒店上班的人，是活伫无共款的平行世界。但是对伫信仰上面来看，就亲像初代教会的信徒安尼，总是爱面对着主耶稣伫面对的对象啊。咱看到主耶稣伫传福音互众人的时阵，伊的对象真侪拢是互传统犹太人所不愿意接触的人。耶稣接触的真侪拢是互因认为是无清气的人啊。对比主耶稣，伊接触的有大麻风病人、半衰的人、青眉的人、互鬼附身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有无？这一切显明讲，想要跟对着主耶稣的人是无办法活伫一个保持自身清气的安尼境界。想要跟随耶稣的人是没办法保持我很清洁，我很洁净，我不要接触这样的人的这样的处境了。咱若是想要跟对着主耶稣，咱就无办法甲这个世界保持安怎无关系啦。更加无办法用的独善其身的心态，在看这个世界，在看我们身边的人呢。我不是基督徒，我很洁净，所以我不要接触这个大染缸的世界了。我就是很干净，我不要靠近这个世界，我要保持我很洁净。因为耶稣伊选择进入这个世界悲惨，伊毋是逃离开这个世界的困苦。基督教对初代教会时代一直到咱即摆的现代，无应该是一个将富贵、名声好业、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啊！基督教应该传主耶稣，伊其实是一个一直甲弱势的人、受伤害的人、受委屈的人、遭受着无公义对待的人，甲伊做伙的主耶稣啊！但是伫传讲基督信仰的人，有时并无将用耶稣上真实的迄个面，清清楚楚、血淋淋的讲甲互咱会惊啊！大人讲好诶，无人愿意讲跟对耶稣，你会拄着什么艰难的事啊？你会在什么困境里面？大家都不愿意强调这个，只讲跟信耶稣真好，可以得到满满的祝福，大大的成就。咱应该真实来面对着伫圣经内底对耶稣的记载，迄位甲艰苦的人做伙主，咱真少甲伊讲清楚。主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伊的世界，来看卖伫咱身边的世界，咱身边的这个环境。咱的主耶稣嘛，希望咱会当跟对着伊进入伫咱的世界。
去感觉咱身边环境，去了解这个世界，遐受困苦的人。因为主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就做了上好的示范。伊拢甲什么人斗阵？伊拢甲遮下，互人看轻的人斗阵，艰苦的人斗阵。侪人善车人，心内送向看见的人，咱需要真实的去接触到，无应该阁是活伫咱家己的世界。咱需要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孔，拍开咱的心，来感受到发生在咱身边的代志。毋是你疯狂的自拍，这个景漂亮，还是发的限动，不停的刷抖音短片，来看者，还是在脆上面不断建立串文，想要来蹭一个流量者。毋是伫这个网络顶头写一寡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无头无尾，那真久的一句话，你写了根本就无人知迄个写啥物啊，咱先该安怎？先点赞再说吧，因为我们是朋友。其实我冇知你写啥物，你就感觉安怎？真好，有人关注我，点赞，开启小铃铛。咱的心起眼巴巴的，其实你希望人家关注你嘛，讲你很好，我都有关心你哦，你在世界上不孤单哦，我们都看着你哦。咱真正心内是安尼想吗？无办法，这个就是社交平台需要做的事情嘛。是咱都专注在那个虚幻的电动，还是你每次打开就手游就在那边？少年人手机来就是安怎？拍电动啊，对无？还袂使讲少年嘞，咱这年岁嘛是安尼啊，咱无代志时阵手机摕起来创啥？嘛是伫遐看来看去啊，咱中辈拢哪？地内内底哪？早安图啊！你无贴图袂使呢吼，好像我今日对我的好朋友无安尼跟发布早安图袂使呢吼，互知我还在喘气呢。基督徒生命其实有真多的机会，等待着咱去传主耶稣的福音嘛。这世界不是美好的，这世界从来都不是公义的。这个世界环境四处受到人类的迫害，尤其最近的天气，你有感受到吗？有够热无？热甲比以前较热。听讲你今年会热，你会怀念伊啊。明年会比今年更较热啦，后年会比明年更热。有感受到这温室效应的力量了吗？有的吼。这世界已经离开上帝当初创造的美好有淡薄仔远啊啦，但是这却是主耶稣爱咱来看、爱咱用心的一个世界。兄弟姊妹，对彼得来讲，伊犹太人的身份，伫犹太人的世界内底是受到看重的啦。但是伊对伫主耶稣所讲的上帝角度来讲，这款犹太人的价值就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嘛。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耶稣安尼的教导，去接近已经死去的道家，更加互人看做无清气的人，反皮师傅甲伊斗阵来大。即阵大学生伊愿意去到完全甲伊无共款生活背景、价值观的人内底，用着因来传福音嘛。因伫即个心惊的即个过程中间。凭着对耶稣的信，去做着即款可能是咱一世人拢做袂到的事啊！这一切对咱这个基督徒来讲，通带互咱什么款的反思的机会啊？张文亮教授讲，福音是世间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的管道。所以，如同葡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任何咧传福音的人，爱将家己甲主耶稣
牢牢的接连在一起了。如果若无安尼，遮尔深袂摇动的一个结连，这个团的人会苦大，听的人嘛无办法得到性命的光啊。咱毋通以为咱小可了解圣经，咱会使去传福音呢。对伫传讲的人来看，伊需要上帝所赏赐真理的光，对人有听人的这个心甲意愿啊。人的内心对主有深深的顺服，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安尼才有办法将福音传互进来。按基督内面所领受的灵敏甲自信，伫咱的心上，较是拍开限制咱家己的一个锁匙啊。毋知影咱对伫家己的限制，咱知影敢有清楚无？咱的限制是啥物？咱看见主耶稣拍破伊家己上帝的身份，甲必定伊破除了伊犹太人的身份，来甲互人认为是无清的人做伙。主耶稣甲必定会安尼做，是因为伫疼的内底，因愿意拍破家己的限制。伫疼的中间，限制才有通受到超越，受到讲喙啊！但是即位伫咱的身边，咱有看见需要咱帮助的人无？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看见，互咱认为伊的不堪，他也是卑微，甚至犯罪的人没有？如果咱那个人用着自我限制的眼光在看他们，咱会当讲是主要说甲彼得因所做所行的，却伫咱家己自我的限制内底，还没有被打碎啊！主耶稣甲彼得做了遮尔多，啊，咱搁是咧做咱家己啦。啊，耶稣甲彼得，你2000多年前的人，与我无关，不要影响我，我这样很好。那2000多年的事就留在2000多年前吧。我现在活得很好。啊，到底你信用一个信啥意思？啊，迄2000多年前的代志，甲你无关，你怎啊有使要信？啊，既然有关系，为啥物袂影响到咱？因做遐多，咱搁咧做家己。敢讲咱对主耶稣的这道理，依然是认为是甲甲你讲的啦，啊，甲你讲的啦，啊，拢毋是咧甲我讲的啦。愿咱的主耶稣来帮助咱，透过今日的这经文，互彼得对家己这种拍破自我限制的经历，咱来受到鼓励。当咱无将主耶稣的爱放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就无办法伫限制中间，入去甲受轻视，互人欺负，互人受苦楚，互人受到阶级的意识咧对待的人，咱无办法进入伫因的中间，更较无可能甲因做伙来去扶持着因，嘛无办法来甲主耶稣做伙来对抗。受着主耶稣一起在打击了这个恶啊！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的心伫咱的心上，互咱看见着耶稣彼得因所做，也加做咱的一个警醒甲教导。当咱拍破自我的限制，遵行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阵，咱就通将互伊的荣耀搁一摆显现伫众人的面前。请咱三个来祈祷。若是阮愿意拍开自我限制，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恩乐。必定愿意伫主耶稣的教导下面行出对上主你的呼召。愿上帝互阮决意的心，看见这个世界需要阮帮助的人因的呼求。互阮毋是心光明的人，阮更较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拍破阮家己的限制，通进入伫主耶稣宽阔仁爱世界。更较来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我嘛要恳求上主，互阮伫即个文理传道的奉献主日，遮尔有意义的日子内底，拍破阮家己的限制，愿意对阮主来的公报写，伫信心的感动下面，伫信心的动工下面，互阮的感动无来消失，互阮有份通付出阮的气力，努力来持守着对因的关心的机会。互阮用阮做会到的方式，用代祷甲奉献，共同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福音事工。我愿上帝帮助阮，
原来昆球祈祷拢是奉靠着救主耶稣基督性命所求，安尼。感谢江牧师透过上帝话，甲咱带来教导甲勉励。拍破限制吼，我的理解就是讲，咱做基督徒，尤其咱可能拢真久的信徒吼，但是可能咱对教会生活的想象，有时啊。比如讲一种惯势，比如讲我讲，咱就是想讲，就是爱来聚会，都爱奉献，咱即马这就是教会的事工会当进行，安尼就是咱的生活的全部。但是毋是啊，今仔牧师有清楚讲，这是，就是我今仔日祈祷的时阵，我嘛讲着，咱是爱听主的命令，甲主结连带伫主内面吼。这是咱若离开主。什么代志都袂当做，但是咱有时啊，咱的限制是咱毋知影咱有遐个限制，咱若毋知影讲咱真侪代志，咱无咧注意，无咧甲主的结连，毋是干那每一个祈祷是爱全面的，包括咱的圣道的相通，咱的教会生活，其实牧师最近嘛是，咱的牧师最近嘛是拢一直咧讲即个主题。毋免讲，咱会当拍破咱的即个惯性，咱对信仰对即个就是拍破迄个咱对迄个，咱知影讲咱家己有限，所以咱对即个代志的想象，有时啊咱拢照咱的习惯。譬如讲，我逐工驶车吼，我有时我拢大概大部分拢是要去迄个信义区遐，但是今仔日若驶来即个教会时阵。我就是无小心，我就问迄个我要去驶去信义区遐，要去驶去。我若是照我的惯势，我毋是讲我有想着讲，我今仔日我要去倒位，我就会照我的惯去做。所以咱的信仰生活，咱的教会生活，咱若无掠条讲上帝无遵照上帝指示，无遵照上帝，互咱放伫咱生命内底迄个任务，今仔日要做啥物代志？咱就会照惯势，咱就是一工一工安尼过。咱的生命无成长，咱就是咱若是葡萄树，咱有结连伫葡萄树，咱应该结果子吼，咱会当为咱所结的果子来看讲，咱到底即个结连有够野无够野。咱即马来吟圣诗121首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21首，上帝听叹赢过一切。上帝听叹赢过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的听无限纯真，将你救恩即时降临，进入阮惊吓的心。请咱起立来吟全首。Yeah.
坐。这是咱的奉献，咱请民兵技术甲御姐执事来施献。下面报告，请咱开酒报。咱先来看报告事项吼。报告事项第一项，本主日是总会文艺事工纪念主日，感谢江志豪牧师，牧师来代表台湾教会公布来本会正道，也牧师来是要迄南势甲教会请安报告。咱真感谢江牧师今日予咱的勉励。第二，即礼拜三就是7月24，下晡2点半到4点半，咱伫咱教会礼拜堂吼有泡茶来自由分享的时间，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来参加。这是迄个咱的工长老吼，伊发起的吼，咱是感觉讲咱有较济即个交陪的时间。所以，后摆拢会定期，咱这后摆是要固定的时间来迄落吼，哈，教授无看的时间啦吼。好，安尼咱欢迎姊妹若有时间吼，咱会当欢迎咱来参加吼。第三项，本年度教会邀约礼拜要伫8月18，伫龙潭的一等赏吼，一个观景茶园吼，一个足水的所在来举行。迄天上午8点半伫教会集合出发，费用是每一人300块，请秋妹执事来报名。咱嘛若有会当驶车吼，的人会请咱嘛会使来斗3工吼，咱教会有即个补助油钱。第四项，每礼拜5暗时7点半为教会查经祈祷会。6月起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1、2、3书，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参加。第5，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的兄弟姊妹，请甲叶牧师也是教会中职来讲吼，咱会当来安排。第6项，后礼拜7月28号每日主日礼拜，题目是使咱日用的啉食。经文甲圣经经，即个咱家己看吼。咱来看倒边咱的教会的聚会活动吼。主日礼拜是主日的上午10点，圣歌队练唱是主日的上午8点45分。早起祈祷会是每拜5下晡7点半。忏悔班是每个月一届吼，会伫拜6的上午10点吼。咱的查经祈祷会即礼拜是要查约翰一书3章11节到18节。
咱来看顶礼拜主日礼拜人主日礼拜是32人吼，早间祈祷会6个人，插会班有10个人。咱的奉献，咱请家己看哈。咱来看圣光事奉，咱即礼拜的招待是素馨节甲槟榔香，插花是红娘长老，青扫是明义长老。后礼拜讲道是咱叶牧师，书会是明义长老，书琴是玉洁执事，领袖佫是玉信兄吼。书献是明斌执事甲秋美执事。招待是小宝子甲苏长老，插花是江老师，清扫是小宝姐。咱来看咱即礼拜根据伫修部的正平的上下骹吼，即礼拜根据是诗篇16篇第11章，我读台语我读一遍，咱做伙读2遍，华语咱来读一遍吼。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请。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咱有一个补充报告吼，咱真恭喜咱的民兵执事的大汉后生宋新宇吼，伊甲即个伊昨甲是20号嘛，今仔日是21号吼。是昨伫台北北南港的六福万怡酒店吼完成婚礼，愿上帝赐福互新宇甲佩珊吼带领因建立基督信仰为根基的家庭。咱今仔也真欢喜吼，迄个民兵执事的爸爸，伊嘛来甲咱中间吼，名字介绍一下还是90岁你敢看会出来？身体做勇行呢，家己坐车为迄个咱南部起来吼，真好吼，来写真欢喜即个孙的即个婚礼吼来参加吼，过来咱来介绍咱今仔日新来的朋友吼，张依欣，没错，欣吼，欣吼，欣吼。拄啊好是迄个，甲迄个恁囝的名同款，张以欣姐妹吼，伊是咱是伫迄个九白天母教会，遐进前是伫遐聚会吼，即马是伫遮教册是？达人中学老师吼，真欢迎你，后摆咱来做参加来聚会，多谢。好，咱即马疫情还是真严重吼，所以咱即马请安，咱共款上讲数吼，咱即马来互相请安。平安。咱即马因所要编的圣诗第390首，圣诗第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阿罗天父万福本源，权能极大，仁爱昭全。阿罗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了，咱请江牧师来甲咱祝祷。Oh
命受祝。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听透，圣血相当，甲正人三伫地。伫即个文理传道的奉献主日，或者当讲甲恁大家拢共款受到祝福，对即时得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绿岛闭会。